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2025年1月22號，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，要求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。1年過去，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喺程序上正式退出 WHO， 意味住近3.5億嘅美國人完全同世界衛生系統脫節，得唔到全球溝通機制以及國際醫療監管。特朗普第二任期大量退出國際組織，究竟背後有咩盤算呢？特朗普玩國際關係就係師奶仔脾氣，退群自覺，唔啱聽，退群唔配合，退群唔俾我一個人話事 ，unfriend 退群，再拉人開個新群，侵話加入世衛浪費美國嘅錢，但係家陣美國係欠款最大嘅會員，條數都唔夠你侵改建白宮咁貴，所以嫌貴根本唔係問題。退群原因係世衛一直唔肯按侵劇本將新冠疫情歸罪於中國。又唔肯炒咗唔聽侵之笛嘅譚德賽，用侵師奶嘅話講就係、你唔幫我鬧爆隔離屋中師奶，我就唔俾錢。幾時都話呢招咪就係侵絕學，潑婦鬧街咯。美國拖欠2億會費仲惡人先告狀玩退群，呢個場面你一定見過。管理費遲唔交，但喺群組日日鬧管理處鬧鄰居。退出世衛最直接受影響嘅唔係中國，唔係世衛，係美國自己嘅普通市民。全球疫情資訊、疫苗協調、醫療合作，美國全部 say no。侵口頭上關注芬太尼問題，明明最需要國際合作先可以控制局面，但係特朗普唔介意，因為佢介意嘅係面子，係選票。除咗針對世衛，特朗普更加轉發貼文，聲稱威脅並非俄羅斯或者中國，而係來自於聯合國同北約。再結合埋特朗普喺達沃斯論壇期間大搞和平委員會，令世人質疑狂人大有取代聯合國之意。特朗普嘅拉幫結派舉動係咪會改變世界格局呢？侵理解嘅國際關係就同街坊群組一模一樣。既然聯合國呢個街坊群組唔啱傾，咁就自己拉個和平委員會吹水群，以為班老 best 會一齊退群過檔支持自己。點知侵搞簽約嗰陣，得幾個師奶仔撐場，連平時認親認戚嘅西歐姊妹花都齊放飛機，更加唔使講中師奶呢個歡喜冤家。鬼叫你侵師奶得罪人多稱呼人少，開個北約 shopping 購物群，專賣晒啲過期武器，當正班歐洲姊妹水魚離坤前，嫌歐洲姊妹使錢唔夠爽快，就話佢哋揾美國着數，甚至仲想搶埋丹斯拉罐、格陵蘭曲奇呢啲咁嘅群主揾鬼跟咩？所以侵自己放晒炮仗，搞個和平委員會，聯合國其他4常甚至 G7 成員都集體缺席，連英姑呢個契弟都唔理佢，因為留喺聯合國群組假地自己仲係管理員，同美國入和平委員會就永遠低人一等。當高度依賴社交媒體嘅人成為國家當權者，就會出現個人情緒凌駕公共衛生。一時意氣高於國民利益，當企圖用退群思維取代國際秩序，只會演變成只有一個人可以發言嘅順我者流群，而最終埋單嘅係群組入面冇得揀嘅普通人。蛋撻 TV， 我哋下次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花生俾個 like。